歡迎大家嚟到寶寶博士戲劇教學學中文。今日就同大家介紹一下說明文。呢篇說明文係講及唔同顏色對於唔同國家係有唔同嘅意義。第一段係總述，透過疑問句帶出文章主題，然後就係分述，講述一下紅色對於中國同唔同國家嘅意義。透過對比說明寫作手法，清晰交代中國人覺得紅色係代表吉祥好運，所以當佢哋有節慶嘅時候，佢哋會穿紅色衫同埋用紅色嘅物品佈置。相反，西方國家就覺得紅色係危險。第三段主要談及白色，日本同埋西方國家都覺得白色代表純潔無瑕，所以結婚嘅時候佢哋都會着白色禮服。相反，中國同韓國佢哋就會覺得白色係帶來不幸，所以會用喺喪事上面。最後一段就係總述返全文嘅重點。首先，我會請小朋友去釐清返邊啲國家對於邊種顏色有唔同嘅睇法，然之後就話俾佢聽，我哋要設計兩人嘅對話，一男一女，佢哋內容係討論緊佢哋結婚嘅時候着啲乜嘢顏色嘅服飾。呢一個集式嘅好處就係可以幫助學生嘗試將文章內容概括綜合，然之後再發表自己嘅新意見。順帶一提，說明文嘅結構係總分總，究竟乜嘢嚟嘅呢？下一條短片再介紹啦。有好多家長都同我表達，與其小朋友喺屋企百無聊賴，不如跟寶寶博士學習閱讀同埋寫作，提升自己嘅中文能力，讓到自己呢一個暑假過得更有意義、更充實。如果大家想繼續跟寶寶博士學到更多秘技，就記得讚好、訂閱同埋轉寄啦。拜拜。